界各地的莲友啊，我们大陆内地的莲友们，以及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现在第二章，师父给各位大家报告介绍。我这么写到哈，世道多艰辛啊，所以要勇敢；世事多难测，所以要自知。做人贵诚信，所以要实在；生命是多无常啊，所以要念佛。简单，这个日面上看起来大家一目了然，没有什么太深奥啊，一看就懂了，一看就懂。但是我们呢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一句话：佛法无人说啊，佛法如果没有人说。知道吗？没有人说，众生啊，想要了义，要真正了解它的意义很难。虽然看得懂啦，但是个人的体会、见解啊，对这个事情的深入去他了解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种说法讲出来之后，好，那你可以做参考，可以做参考。世道多艰辛，就世间生活在这个人世间的生活过程里面，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是多么的艰辛啊，艰难，很辛苦，非常辛苦。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挑战，那么多的障碍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勇敢，对不对啊？不要软弱啊！一碰到问题就畏缩，不可以这样。你永远你活得很不轻松、不自在。所以我们明明知道有这么多的挑战，这么多的难关啊，这么多的关卡了，那么我们更应该要勇敢。你能够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各位，那这样你才是一个勇者，是一个勇者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一定要勇敢。世事多难测啊，这个世间的事情是难以预料啊，你怎么样去判定呢？怎么样去了解呢？没办法，世事变化多端，今天这样，明天不一样。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这样，你看健康啊，你明天生病了，谁能晓得呢？啊，你可能你是一个成功，是一个非常有富豪的人，但是什么时候一败涂地，你一落千丈，可能一文不值，可能这样子穷途末路了。我们人呢没有办法预测，所以我们要自知，知道这些东西外在的这些事项，随时都在怎么样？随时都在剧烈的转变，所以我们呢要心里有准备，万一不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退后一步才能海阔天空。你一直执着，我要求一定要这样，我非要这样不可的人，这种执着性很强的人，一定痛苦嘛。世间不可能像你想象那么完美嘛。有一天如果有缺陷来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有知道怎么样能够调节你自己，对不对？调节你自己，怎么样改变你自己，不要被这种困境怎么被它束缚住了，不要被它束缚住。所以自己要知道，世间本来就是变化，不断的在转变，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，有好有坏，正常的。有成功有失败，正常的；你有健康，有时候生病，正常的；有生有死，哎呀，正常的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对不对？自己要能知道哦。做人贵诚信，做人在这个人世间里面最可贵的是什么？诚信啊！这个人老老实实，非常有守信用的人，很守信用，讲话算话的人，就是个大丈夫。所以，因为这个大家都肯定。大家都认定，而且不单我们人家所有朋友，或者是所有跟你交往的这些同学，也都知道说，最可贵的是什么？是诚信。大家认为这是普世的价值嘛？这是普世的价值。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实在，我们也要让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能虚伪嘛，要诚信，实实在在的啊，守信用，跟人家好好的互动，好好的交往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是最可贵的，啊，这个是大家最推崇的，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实在一个，对不对啊？就大家嘛，
都共同这么认定，所以我们就要实在。生命是多无常啊！你看生命多无常，很多人啊，今天似乎看到那个媒体啊，要逼车啊，2部车逼车，他可能他给他超车，他不高兴了，不开心了。结果他又超那车，后来他互不相让，结果刚好前面有卡车，他就挤到里面，就挤到内道去了，结果后头的那不甘愿想要超车，结果呢爬到那个安全岛上面去了，整个翻覆了。你看人受伤了，说不定断手断脚的，你看何苦来哉啊！何必自找麻烦呢？我们的生命是多么无常，今天这样，明天不一样。所以，我们很短暂的生命时光里面，你要怎么办呢？怎么样保障你自己，让你不要堕落，让你不要去受苦，让你不要到黑暗去折磨？你要怎么样？只有念佛，因为阿弥陀佛发了大愿，就是要我们救度念佛的人。你今天不管你好坏了，对了错了。你这个人心性是干净的，是肮脏，佛不嫌弃你。你在最危急的时候，你赶紧念佛，我来救度你，啊，让你红凶化吉。在你往生的时候，我仍然不放弃你，照样救度你。所以你看，在生命无常出现的时候，无常。你临命终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要念佛，这尊佛让我们依靠。这一尊佛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最大的保障，让我们安安心心能够跳脱这个娑婆世界的6道轮回，能够发愿到西方去成就。你看，所以生命这么无常的情况下，我们更应该要懂得知道念佛，就是一定要念佛。唯独只有这一条念佛，我们才有将来，我们才有保障，才有一个最美好的归宿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简单的道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